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阿无限嘅中间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嘅方面嘅研究，希望大家感谢你哈。第下呢，中科国立台南大学博士李文焕乡亲啊，用得通过博士论文嘅考试啊，相信大家非常嘅欢喜。一个呢，可以对一个看唔到嘅一个叫盲人，也对看有障碍嘅乡亲那个人士啊，天脑用电视、用语嘅文化、用客家话、河洛话、语音来拼音电视，一点非常嘅对文化上有所奉献哈。李文焕博士乡亲在2020年6月26顺利通过国立台南大学嘅博士论文嘅考试，用得博士学位在此在上嘅来恭贺李文焕乡亲安尼哈。大家都会记得，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与行业吧，各有不同嘅语言、语言。文字、文语同歌词曲嘅用法也有所不同，所以研究一个客家语言嘅爱用语言填爱用声母、韵母、声调一个文字嘅方面呢，还有一个文言、文语、文形以及外来语啦，一个河洛国语也係英文、日本話等等一個語言，我哋有所了解。同時對客家嘅俗語呢方面呢，也會參考參與一個就係研究客家語同文嘅多種嘅元素啊。所以研究客家語同客家文，我要發圖、存圖、正確圖等三圖，同時兼顧一個頭擺嘅故事同經驗，以及華語英文嘅用法方面啦，仲有發圖嚟研究學習客家語言嘅結構，同時注意一個注音，所以希望教學嘅先生小師大家對注音同一個語言嘅結構有所了解啊，所以老師用語嘅語言能夠分明，能夠脱了，同時堅強中央錢大家對外嘅錄音嚟多聽多參考，主嘅方面呢多看本文啊，多讀嘅幾遍呢，客家語、客家文自然語言就會順利流通，同時能夠完成讓佢嚟承接受客家嘅優美嘅語言文化等等一切安尼哈。再過來呢，標題嘅基本嘅呢，標題嘅圖則話，一個兩隻一夾白，一夾白，一夾嘛就講我唔講乜嘅啊，每日一夾白講啊，講嘅，伊講啊，比上比下唔當面農山下嘅小語啦，也就係基本嘅標題就多。講同大家說明下，同時基本嘅提供一個個位呢，有亞路鄭貴人小姐所創嘅48則詩就能夠組成一條歌嘅，衣櫃先生色彩會變認真安尼哈。另一條歌呢，是一個張口嘅皮箱呢，由彭玉雲小姐所創，一個張口嘅，就是關於講啊，是快要就的啊，張口嘅。皮箱嘅彭玉雲小姐嘅介紹所創，由李金樹先生所作一個填詞啊，曲是一本曲哈。再看晚風一個文水人小姐一個唱得非常嘅好哈，也是國語歌翻唱嘅哈。一個文小姐就係一個北埔鄉親所創嘅呢，帶有一個董事啦，
一方面嘅强调，真好听哈，一个晚风国语歌天一上，客家歌曲就係第三省，差異省嘅哈，一個就國華語同客家話嘅區別，但是海陸同西安啊就差兩語嘛哈。上頭到所提供嘅客家歌曲嘅內容嘅唱法，實在可以講啊，神通活潑，你非常有內容，語音非常嘅準確，所以客家語互相嘅嚟交流，大家共同嚟求進步。再講到在上面提供阮各位鄉親嘅客家強西安強嘅一個練音師，練音師對唱歌也好，尤其三個方面啊，非常嘅重要。一個韻母只有 R A O V 哈，但是一般嘅語音一個韻母啊，有親像日本也好，一個英文也好 ，A E I O U 同 R E U O， 但是練音師嘅聲母呢，韻母只有 R A O V， 但是一個聲母呢，經過我研究熟悉整理比較之後啊，發現到有9音。一個 R 嚟講嘅時呢，有哇啦呀嘛那亞加巴同 R 等音。A 嚟講嘅時呢，有喂咧耶咩呢嘅別嘅音同A 嘅音等等嘅結成一個語音，也就練音師嘅重點在於這個。練音師第三同第四上一共有9個聲母，佢一個4個聲調，第三。到第四省，一冇5省，也冇6省，嚇。一個再加上一個韻母 R A O 上嘅，一共有108音，108音。所以希望各位鄉親，一個練音師多多來提供來研究。當前呢，第三個 A 音嘅啊，都係用簡體式嘅單腳嘅。一個同大陸嘅簡體是相同，哈。過去我所知的，一個作文嘅時節寫簡體是1分，哈。所以嗰次喺度哩，一個用語，一個詩語，一個文化吧，要注意到。所以語同文一個當前啊，也只有用本音 A 音，會形成結實音嘛。冇用語音，所以乜嘢語音咯，就是有聲母、韻母、聲調以及文字，也可以講啊。當前嘅文法，一個同詩語用法，嚴重影響到客家語同客家歌聲嘅音色。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努力來求一個研究進步。接下來呢，我哋來講今日嘅本文，客家西安白話語文嘅文法本研究701篇，第16課客家語文、俗語、諺語、歇後語等1到70嘅俗語啊，一啲部分嘅文法，課文一詞一語對照。慢慢的讀，了解提供本各位鄉親參考，安尼好。他個啲咧俗語，有些順口溜嘅一種，一般人知道，因為人不同啊，共同點也係有押韻咯。一個俗語有押韻，押韻嘅規則是就像四季連一樣，第二、第三、第四。有押韻，第三省可以不押韻，俗語也係相同，安尼哈。個諺語呢，就是音，一個音韻，一個檢驗嘅驗嘛，哈，驗語不諺語嘅語氣啊，就氣候啦，一個農事啦、農業啦之類，可以講啊，非常嘅準確，唔會因為人。四個不同都有主觀的觀念，一個有諺語，一講得出來，非常的準有樣安啦哈。歇後語呢，就佢講啊，爸爸生氣啦哈，小漢生氣嘅語言，
反而无交代清楚哦，留一讲一半呢啊。还有下一句话，让诗人思考一下，本人想下，再把下一讲，能够清楚个意思安尼哈。亲像一个言语，一个19岁人掉下马喂，眼睛都来意思讲嘛个，冇讲清楚安尼哈。语词，这个一句话顺耳啊，也系一句话也系冇相同啊。也是有两种的解释，那个也是的也，就是前面后面是相同的哦，啊，也后个咁种也系有好多是安尼，所以一点呢，一个希望各位乡亲有所了解安尼哈，一下我哋来读来读本文大家来做个参考。第一个，客家诗言俗语类嘅。俗语类嘅分为俗语类、一个言语、歇后语、语词分成4种方。OK， 好来，我哋来先看第一个，行上行下唔當面龍山下，一句話嘅主音就行上和行下唔當面龍山下啊。龍呢有地方語音，龍同龍一句話嘅主嘅就事業有成就嘅人啊，行遍天下閒氣面龍山下個河看來看去安尼啊，嚇，好來，第二走上走下唔當面龍山下，一句主音希望各位鄉親，我再慢慢讀一遍，一看主音啊，曉得主音，讓知道語音嘅結構是樣板樣嘅安尼嚇。走上走下唔當面龍山下啊！一個主角，現代的都係不易哦，啊，冇順勢就係啊，唔當非常耕田嗰好，耕田嗰好，也就講走上走下同行上行下嘅區別出嚟，這個。第三，有錢行遍天下。無錢只好無錢無敗撈天下，天下同天下嘅不同嘅地方，天下就是指世界，嘅天下即無錢無敗嘅天下，安尼嚇，一個句話，希望各位鄉親有所了解。第四，有錢三世孩童是公公。白色公公無錢，親像相思孩童嘅這個商業嘅用語就係啦嚇。就現實嘅社會以前論壇身份地位哦，那係無錢啊，硬落落俾人看成生意嘅哦，啊，生意係有錢啊，我不嘅父母有錢，生意呢。就我เป็นคน當作阿公咁樣嚟看待嘅นะ哈。聽秋天望嘢莫望趕，初夏望嘢莫亂轉，一句話意思哈，我再讀一遍，個慢啲。秋天望嘢莫望趕，初夏望嘢莫亂轉，意思就係講啊，我要靠山，不管是做幹就係食東西。我要靠山，能有法上進順幹咯，也係就要有人推薦咯，啊，要有人推薦，我有秋天要有人能有辦法順幹，初夏冇人莫亂轉，假設亂轉啊，會失去到一點呢，大家相當注意一個人交際關係嘅重點會出嚟，這個嚇。第六。上也三斤九，下也三斤八啊！一句話意思就講啊，頭擺有個窮苦人士，欠少做好嘅金擺三成啊，揾商人都冇錢好俾人，揾商人看賺錢。下也賺錢的主體恢復歸來嘅時節啦，轉來嘅時節，冇東西好擺，只好用3斤嘅黃金來金擺呀，這就叫人啊，一個
有钱没钱不人看唔起问题，不人看得起看唔起问题哈。第七，有阿乱，有阿难，有阿伟莫隔也乱，有阿伟就乌鸦啊，莫隔也嘅乱，意思就是讲啊，现有现有哦，现有现实，一个口舌不低，储存上强嘅人啊，一个就讲啊。有，马上就是，唔会留好慢慢来说，安尼哈。第八，大夫爱钱用题，上战爱父子兵，上战爱父子兵，一个主角就比喻凡事爱靠自家人，能稳当，真稳当，能稳当，安尼哈。大夫爱钱用题哦。上战爱子弟兵，爱父子兵，所以他个有相当的数角钱啊。第九，夫利莫少苗，夫利莫少苗，一个比喻一样狡猾啊，狡猾就是狡猾，吼，夫利同苗莫个小两世有各有缺点，莫少来少去啊，拿来拿去，口舌来口舌去安尼。其实健健脱脱，脱到难菩萨，健健脱脱，脱到难菩萨。被不相信咯，健健脱脱，脱到难菩萨。健就是从不好的地方，来念来寻来见啊。一个脱呢，也係相同。从线都冇相同啊，线就完全好嘅，唔是嗰线嗰好地位嘅，就話线。健脱脱就是地度里有快嘅一潛好嘅，安尼哈。所以比喻東可以講係東潛西潛，東找西找，做不好那也不好，也。結果線上還是最糟糕的，還是最壞嘅嚇。這都同一般的婚姻相同哦，拖嚟拖去還是看啦，頭下可能個好安尼嚇。就講啊，是健健脱脱，脱到難菩薩。第十頁，上床唔講價，下床牙牙。實則是托法師按後了嘅呢牙西安嘅是牙，就是講法唔清楚啲，或者回就係啦。好，上床嘅講價，一個就是一般這個酒家嘅方面嚇，一方面呢事情啊，事情我有先講好些，免得時候那個節外生枝，這個後事啊也就冇回來哦，啊，是都是係了哦，所以買東西一成個門家事。第十二，懶心懶富莫懶條，留來落懶好詐少。懶心懶富莫懶條，留來落懶好詐少。一個比喻，它個上強，而節省啊，唔好講啊，會豐富，哪度都一條安尼哈，有一種個。以後將來嘅情況要留下來哦。第十三，昂叫上用客啦，昂叫上用客啦，一個這個非分之想，那個唔咩非分就是唔咩也可以得到嘅，就亂想哦，就昂叫嘅呢，你想係是個用嘅客咯，用前面咯，而叫佢最會被踢咯嚇。第十四，抹頭搞機抹。一個抹下去嘅抹水嘅抹啦嚇，咩水兩句話為抹樣讀啊，冇讀啊，看上文看下文啊。抹咩就是冇嘅意思，但是抹就是從那沉下去啊，抹頭搞機啊，打搞嘅搞啊，搞機種嘅機，比喻思想非常嘅專注，頭前動啊。專注思想改快看嚇，這個就講木頭搞機啊。第十三，3月大5，4月細苗，3月大5，4月細苗
3日打5，4日3秒。比喻莫做事情莫恒心，莫恒心嘛，一个做一项做莫结果，全部做一半就跳起来啦，好，第16，赌狗上牛，赌狗上牛，一个就讲啊，赌狗上牛，一个就一个琐事浪费，贪人家嘅上涨啊，实际上变啊才后摆琐事浪费，只能做不太一样嘅琐事浪费，是的，贪人家你付到位是个嚟后不条款一个就赌狗上牛，赌狗上牛，也事上也有嘅重要咯，各位乡亲大家记得第17，个豁免用好 fit 也 fit 有 fit 同 foot 3得字一个豁免用好 fit me 一个真正河马吧，也一样米端呢，个一 fit me 呢，可以 fit 那个米头米头就是看起来头昏脑胀的米头就没才华本事，但是佢爱表现真正出人好就惊就讲一个没本事又个好，佢出又个好就惊但当然伊希望伊自家个讲地位18，男人多事鸟，男士的人一下会做梦对到舌头，就像那鹅鸟也比喻上潛家口偷懶嘅人懶事嘅人一下會有惡事，唔係惡事就惡鳥所以冇做好第19，大批安教心，一個就是講真正這個關於講是望梅止渴發病嘅來充飢，一個就大批安教心，講嘅話冇辦法實現。講真好難都是這冇辦法一個叫做大批安教心第20，人前唔行，鬼前弄嘅行，人前唔行，鬼前弄嘅行一個就是原本是壞人一所事就上叫位，好嘅唔談壞嘅談壞人講嘅話真愛談一點呢，大家注意欺詐集團我發現的是所態就會來，所以講真好談，但是講冇關係但是也就會俾人講人講好人講唔行鬼看弄嘅行好，第21。盲買牛嫌大賴耶嫌大賴耶，賴嘅賴也係人視頻類似以前嗰多種寫法有人想賴嘅賴盲買牛唔係買牛，嫌大賴耶一個就表示講唔偏多數嘅事情呢，就打算講打算好些但是能夠實現冇，唔全實現就是講盲買牛嫌大賴嘅，就有一個講法第22，自個搭救人一個表示亂搞一個都聽唔到，寫文章嘅時候都聽唔到，就自個搭救人一個第23，內心發跳。後尾呢也係解一句話，即係講唔點乜嘅時候唔點乜嘅東西，一個內心呢就是面門發跳嘅花跳發跳嘅發見跳一個聲音嚟嘅內心面門就頭單個一個會見跳嘅內心發跳，就表示聲音呢。我咬嘅係不懂事啦，係唔啲意思啦就是弄嘅聲音經驗係弄先發跳唔啲乜嘅時候，除咗上去做乜嘅東西口聲人家
好，24，教化子学管教化位，也个出去讲个教化位就妥适咧，教化位也个学管啊，就表示说，假如冇办法嘅事情，咁我干堂嚟做教會用嘅，就改微風，現在改微風嚟學管，一個實在門險嘛嚇，第25，教配課堂，一個就是個表示無濟於事，因為無效嘅啦，叫佢見配課堂咧有效啦嚇，叫配課堂表示無效啊。第26，你冇佔過風。你冇佔過風，一個風衣服嘅風呢，要做形容詞嘅時候，冇做動詞，個名詞就風啊，一個要強嘅意思嚇。你冇佔過風啊嚇，表示斤斤計較，佢上下多少個位嚟計較嘅人啊，就嘅人咯，你冇佔過風嚇。27，一個咬鏈愛投降，一個都黃色嘅方面啦，就是要先人一步，隔人一步，能有乜嘅得到好處嚇，做乜嘅事情愛做投降。但是問題又來了，一個紅茶樣嘅紅茶頭、紅茶米，一個看法一樣嚇。紅茶米都係多料米，人做啊唔可以人嚟做啊，也個就變那個紅茶米嚇。28，一個沙農頭怪闊嚇，從視頻另外一個鏈沙農頭怪闊，沙愛是怪嘅，但是頭來風，就講冇不良嘅企圖心嘅心嘛，不良所以沙農頭怪闊，其中官商勾結、官商結構一樣嚇，一個就講一個詞彙。第29，帶唔落闊。表示慷慨咧嚇，你嗱就是一個名利與錢財，業障與功德，都係那個重要，兩個都係重要嚇。一個就帶唔落去，所以講應該開就開嚇，慷慨咧嚇。第30，丟人丟雙臂，一個意思就樣嘅咯，養弄人家。屬於都非常嘅強啊，個強，丟人上丟雙臂個，就是使人發強都非常嘅強啊，一個強咧，講到這個強有28秒，28分26秒嚇。後來接下來我看31，懶懶負唔雙臂，懶懶負唔雙臂，懶有個懶嚇，意思講糞土之牆不可污也嚇，一個負唔起牙刀一樣啦嚇，懶負唔雙臂個嚇，有啲人強勢嚟的有人愛人強咯，也不但愛人強，有愛人難要求一步，這個愛人比有人叫愛人懂嚇，一個就係講懶懶負唔雙臂強身莫過好嚇，多強馬個倒下來都倒多強馬，一個意思是講一切反覆講嚟講去，反覆講起來又再講但是使人聽起來真煩嚇，所以講話嗰一擺就好嘅嚇，但是話要講出來一個睇人家嘅事情冇相關咧，唔好同人講咁多。但是其他人最少會講所以這個其他人同睇人家有所分別
多牵马，意思一再反复的讲，表示爱之深切，爱之深切。这个扎点赛马式，扎点赛马式，有比喻装疯作傻，装疯作假啊，装疯作傻啊，扎点啊，做昂扬的，有时间有美而有，扎点赛马是一种的样式啊，样式。第34，教育出众唔得，教育出众唔得。也比喻不能在大众面前显现呢出众唔得，因为我出众唔得，所以这个各位乡亲大家知道，教育呢，无人在吃饭的时间，出到是做个方便大家司机哈，这个大家知道。第35，练后是解释，练后是解释哈，表示骗人的技术落掉的落掉的啊。练后的是解释啊，一个上次有讲过，一个就讲早时拿解释而说的，跳一下后的看到颜色的就会来抢啊，就来练后是解释安尼哈。后头拿出你后头拿出一个人的貌相，人嘅相貌相，后头拿出面啊，表示规矩大男人啊，用规矩大男人哈。36，视网膜学往事，视网膜学往事，也就会讲一个视网膜就是讲不应该，你就会唔伫乡村父老，一个就讲一个学往事，莫讲理啦，比喻不讲道理，不能理喻哈。冇办法讲嘅哈，一个就讲一个视网膜的学往事哈第37，牙查灵筋，比喻人受意见要多人受意見要幾多安尼哈。38，南沙有反正度一個大下頭伊講比喻適量嘅態，做事有委屈，唔會做安尼，就是好事難做嘅意思啦。南沙有反正度是這個回事咯，但是為你做事方嚟就冇辦法喎39，挫敗煞兩重逢一個比喻自結婚已經得到還你想去解婚貪心不足嘅，真正講人心不足殺豚香意思就係安尼挫敗煞上兩重逢，結果有兩道冇等到冇兩道半行第40，為追嘅一個建局式為追嘅建托嘅建局嘅來式比喻不認同，也係不管自己嘅生活長途嘅出嚟做安尼這個冇第一講人哋啲 TV 冇多嘅這個都想個嘅 TV 個好嘅 TV 安尼啦41，南沙喐嘅表示咗嗰時嘅人那個一樣南沙本是冇托冇好唔是喐嘅本身南沙前所這個南沙會被咬到對到三個用對起來唔可以咬起來，是係後果冇必要事咧，東西冇事嗰時人那個嘅也冇好嘅，南沙喐嘅也冇好嘅也個冇好嘅。好，這個42嘅無言牽馬鈴嘅鈴呢意思是講無以類聚無言牽馬鈴安尼個43，我是寬派掛號一個意思不再唔係不收斂就會俾人難看所以做事情多一個長途貪心冇得貪心拄好就好，乜嘅都會跌檔安尼好，第14，有自由積極有積極度
有之，自有之之，就是关于讲啊，是光说不练，像最胖胖的，因为最胖是不硬，就係一個意思啊。自有之之啊，之啊。第45，三妹忽然間當過一種廢牛茶啊，三妹忽然間當過一個廢牛茶，表示忽然間窮下在談咩時間呢？嗰朵花花語先多，當然大家非常知福佢好講話。就三妹忽然間做窮下嘅時間呢，係在講嘅話就更多安尼啊。46，吹白是皮人，是吹白是皮人，就是好心冇好報啊！好心冇好報啊！第47，四天羅做一個，四天羅做一個，一個表示快嘢都攝在一窮下喎，攝窮下喎啊！四天羅做一個個啊，一個點咧，大家要記得。一個志不同道不合一個原因安尼哈。48，惡弄惡閒，不得不切，無樣無隻，亦都表示杜撰一個胡說無樣嘅事情，就按照惡弄惡閒，不得不切，無樣無隻，嘅三句話都相同嘅意思安尼哈。一個注音嚟講。惡弄惡閒，不得不切，無樣無隻安尼哈。49，我是鵝鳥吃人，我是鵝鳥吃人啊，表示冇負擔嘅，冇負擔嘅啊。佢吃人咧，真正講啊，唔係樣嘅啊，我全部來咩加為加係咧，拖係咧。也我是鵝鳥吃人呢，也會有人講法嘛呢哈。50，雞子王，雞子下落晒，哦，雞子做下事啦哈，做下雞啊，一個表示說唔敢到老輩去，我背從天下喎，咱們在福下靠祖山啊，係個兄弟一個欺負兄弟之外，做老輩嘅時間呢。就冇一啲辦法咯嘛，本人協調師，乜嘅人協調師呢？就是講啊，一個寫下本人協調師，唔係籠下，唔係太窄嘅那個量下一樣啊！哈，第50，實施人命，實施也愛一本高啊，實施人命啊！實施也愛一本高啊，表示該為實嘅意思，該為談，該為實啊。52，敵人錢財為人消災，敵人嘅錢財為人消災，一個意思就講啊，拿為人家嘅好處啊，就同他人家。做事也被黑過啊！一個就是講啊，敵人錢財為人消災，一個情況，一個工作上嘅也係不良嘅各方面安尼啦嚇。153，雞公討木夾，望頭望隻啊，望頭望隻一個好老話係轉過嚟嘅嚇。雞公討木夾，望頭望隻，一個就講啊，還可以維持啊，還可以維持啦，馬馬虎虎嘅意思啦。雞公討木夾，望頭望隻啊，一個隻是好老話啊，個口試加上夾啊隻，但是客話是夾喎，啊唔好講啊，雞公討木夾，一個望頭望夾。也可以望堂啊，可以啊，這個還可以維持生計。第54，有錢就是阿哥，冇錢就是後哥，嘅這個一般在菜店就個地圖裡所出現嘅語言啊，有錢就阿哥，個排頭個處搶人，冇錢嘅就後哥本人搶啊，
叫风月场所，风月场所，有钱咱有 TV， 冇钱就冇去啊。一个地方，我哋会想到讲啊，一个出钱的人最大，出钱的人最大，一句话各位乡亲要有所了解哈。出钱的人最大，安尼哈。好，第55，日求三餐，夜图一宿，夜图一宿啊。日求三餐，夜图一宿啊。也意思就讲啊，能够求温饱，有处安身就好喂，就好喂啊。一个就讲马马虎，日呐日求三餐啦，夜图一宿，其他冇乜嘅所求安尼哈。56，七家恶事七家失，七家恶事自作倒霉啊。那个自作自受啊。57，老八老为阴强，老唔係老八個嗬，我哋嘅老八，英語上邊老八啊，老八老為陰強啊，是說很老練啊，嘅十八老同老八老啊，個分明咯啊。第58，阿小姐呢欠用嘛，阿小姐呢欠用嘛哈，表示矮小的人啊哈。托归國泰嘅家位啊，老婆姑娘啊，伊就講阿小姐咧欠一個欠牛嘛，啊，欠個牛嘅欠個牛嘛，阿小姐咧是這個。我所講啊，羅別嘅陰乾棚，羅別咧一個馬車陰乾棚係冇典當嘅意思啦，啊，第59，官司大德就是失德，官司大德。就是失德，比喻一個陳述啊，嗰個上法院啊做唔得啊，嘅冇去過人安尼啦哈。60，為什唔為處？頭面交還數啊，交通嘅交就交還數啊，為什唔為處？頭面交還數嘅。唔夠聰明，唔拉聰明的意思哈。第61，嘅好叫唔當路，壞叫插門路，好叫不當路，壞叫插門路，就是表示要髒唔壞安尼哈。一個就這個好叫不當路，壞叫插門路。啊，62，攞紙杯上社，攞紙杯上社，攞紙杯上社，嘅注音各位鄉親，大家自己去看安尼哈，表示遲鈍那個佢戇嚟啦，佢惡毒安尼啦哈。一個63，一個釣牛嘛看天時，我一個上海人各位講嘅句話哈，就是。做事情要請對時間啊，不要該做不該做，看時間。人講啊，釣牛嘛都要看天時哦，看乜嘅天時呢？一個就落雨天作傻魚，人看唔到嚟做壞事嘅情況安尼哈。所以有人講釣牛嘛要看天時啊。64，太怪才寫怪，蛤蟆失腦海啊，老蟹腦。老頭變那個腦，太怪才寫怪，蛤蟆失腦海啊！腦海白虎鄉就講毛蟹毛海啊！南方講腦海，表示以太失色啊！以太失色啊！第65，好羅先生假生意，好羅先生假生意，一個好我哋頭一邊。好羅先生假生意，表示假裝客氣的意思，也有來年嘅哈。好羅先生我客家語唱啊，在問什麼嘅一個問我假意有唔冇有，但是夾都按太夾喎哈。第66，士多驕暴，比喻指天暴肚子嘛，一個破壞全部種貓。
猫用的写相貌的貌啊，猫祸害众生啦，就是猫迄个猫。第67，念多钱杂交，各位同学应该还可以神奇哈。念多钱应该等哈哈太少，但是有杂交啊，嘛个意思呢？比喻啊。比喻就是本来这个意思唔一样呢，但是可能可以想象其他的意思讲啊，比喻得到意外才含去嘅意外之财啊，含喺當唔會佢炫耀自家，詐死在叫做痛苦嘅意思安尼啦，嗬。68，一個網絡線上拍摩，網絡線上拍摩，哦。一個唔前路啊，就是上拍摩，表示一個少年人啊，唔好急，唔好急，輕英雄，輕才華，安尼啊，就是講啊，拍摩能落順咯，嚇，一個但是唔前路啊，就是上拍摩，也就表示講，買嘅後生嘅，唔啲經驗含後生，就像係做嘅各有才華嘅情況一樣哈。這個69，主張太叫湯壞哦，人唱一遍就變精怪啊，一個俗語，主張太叫湯壞，人唱一遍就變精怪安尼哈。所以就講啊，主啊，死來就衰，衰就死了啊，按人嚟唱是個包呢。還一不都變精怪哦，mặc個頭路路變哈。第70，嘅結實好講話，結實好講話，議論好做話，嘅當然嘅啦哈。議論嘅談唔出話，就個門講其他嘅話哈。結實的結呢，有兩種寫法嘛，一個是結果的結，結實議論嘅人嘅結性總是安尼哈。就是個結實好講話，議論好做話，啊呢，也係能見乜嘢就講到嘅這個哈，一個一腔有47分22秒，以上本文有47分22秒哈，個講嘢能繼續喺70開始啊呢哈，所以個那個客家語嘅俗語、諺語、歇後語啊。也相當嘅嚟做個了解啊，善用也有時嘅一句話語當過一篇文章安尼啊，嚇。後來我哋再看一個大下所講啊，客語白話文有兩嘅連音詞啊，同英文嘅 connect 連狀嘅連音是不同啊，嚇。一個我哋一個客家白話語文嘅文化嘅研究呢，一共有16課，佢咪講嘅是16課冇唔錯，但是會1、2、3安尼嚇。一個詳情，嗱喺講啊，我看本文，一個非常嘅感謝李文歡詳情博士，以第6個這個大學嘅第6個文全篇一點嘅就可以看到嘅16篇嘅文章，所以這個。一個讀音也係點一個文章嘅內容會非多種啦，啊了解嘅這個文章喺度哩，名章喺度哩，看得到文啊，聽得到音啊，嗱，一個就希望各位鄉親多聽多點。第二個呢就客家語、商業、用語、批發吧，也係相同嚇。做出嚟有一個資料來呀。可以一點嘅就可以睇到1課到16課啊嚇，一個第10大下一個呢，就是講啊客家白話語文嘅研究啊，一共有100篇，非常感謝一個文化詳情啊，也係得到博士嘅恭喜嚇，希望大家感謝一個能夠研究客家白話語文，一個名字大下一點就可以看得到。文章，另外就大下嘅呢，一個連音詞嘅結構啊，頭都所講嘅，聲母只有 R A O 嘅嘅咪音母只有 R A O 嘅，聲母有9音，也個那種 R 嚟講 A to R，瓦拉呀嘛那亞加8個音，就聽得到、看得到、識得到，
係咩到各嘅到一個即邊度講啊？嘅微粒鹽咪呢嘅白嘅鹽，果樹鹽呢就微粒鹽咪呢嘅白嘅鹽，嚇，也希望各位鄉親多多來研究客家嘅鹽史，一個客家嘅語係啲歌聲，能為鹽色，能為荷塘物流安啊嚇，所以當前也非常重要嘅一點。一個大下我所講嘅體驗嘅呢，請大家多多來研究，共同來將一個東西了解一下，可能係講嘅有樣嘛嚇，所以尤其是天意上嘅呢，北府鄉親要分分呢，好好話用仔字啊，仔字頭前是講那個名詞，冇得動詞。但是地呢，頭前是副詞頭前是接乜嘅咯？有形容詞啊，冇到動詞安呢，所以一個分呢，一個開錄音冇唔錯，係用分呢啊，呢亦就分加兩音分呢安呢嚇，所以一個我哋嘅客家語音有時可以太平安啊，有時講嚟講去。我有分插使用嘅情況之下，安尼嚇，以上呢，好多聯音呢，好多話也有聯音啊，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多多嚟了解，你當前大家記得沒講，但是來年是樣嘅，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為然啊，習慣來年安尼嚇，以上呢，希望大家。感謝已經用嘅51分54秒，希望大家感謝。希望按自細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